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財富訊息。Ivan 嚟緊呢一兩個禮拜啦，有唔少央行議息喎。係啊，油價波動咧，再加埋通脹預期上升啦，市場嘅焦點咧都落咗喺各大央行嘅議息會議。咁呢個禮拜咧，先有加拿大同埋歐洲央行啦，而下個禮拜咧就有日本、澳洲、美聯儲、英國央行同埋瑞士央行嘅。咁市場咧都基本上覺得美聯儲就減息無望㗎啦。咁反而啦，近排美國公布相對咧係理想啲嘅經濟數據，都令到投資者開始揣測美聯儲咧會唔會有加息嘅需要嘅。咁而喺上個星期五咧，公布咗好過市場預期嘅非農就業數據之後，美元指數咧仲重上100水平喎。係啊，技術走勢上高咧，美元指數嘅50天線咧已經係向上突破咗100天線同埋200天線，咁呈現黃金交叉。而2023年啦同埋2024年咧，總共係出現過3次黃金交叉嘅。咁其後美元指數都出現上升，升幅咧就介乎2至到4% 不等。而家咧支撐美金嘅因素咧似乎比較多啦。如果美元指數係向上突破100.60嘅水平嘅話咧，有機會會上試102嘅。咁要留意下咧，呢個禮拜美國公布嘅5月份 CPI 數據啦，咁同埋咧下個禮拜聯儲局新上任主席沃什主持嘅第一場議息會議，咁焦點咧將會落喺佢對縮減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啦，咁同埋應對通脹嘅立場嘅。咁而今次咧聯儲局亦都會公布最新嘅利率點陣圖，咁同埋經濟預測摘要，咁睇下咧從中會唔會令到加息嘅預期進一步上升啦。係啊，講下歐元啦，咁受到能源價格上升所影響啦，歐元區5月嘅 CPI 年率咧升到去3.2%，而核心 CPI 咧亦都升到去2.5%嘅。咁同時咧，中東局勢咧拖累咗經濟，歐元區第一季嘅 GDP 咧只係升咗0.3%嘅啫，而5月份嘅綜合 PMI 咧更加跌到去48.5，係18個月嘅新低。咁市場咧就預期歐洲央行咧將係會喺6月11號嘅議息會議啦，加息25點子。咁不過啦，經濟疲弱加埋美元強勢啦，歐元咧仍然係受壓嘅，而下方支持咧就可以睇翻1.14嘅水平。Coco 話近排日元都好弱喎。係啊，咁美金對日元咧又上翻160呢一個嘅關鍵水平啦。咁雖然日本央行6月16號咧係有機會加息去到1厘嘅，咁但係咧利率仍然都係偏低，咁加上高油價咁令到貿易赤字惡化，咁日本第一季嘅 GDP 咧降到得翻1.8% 增長啫。咁不過參考翻過往經驗，咁每當咧美元對日元觸及160水平嘅話，咁日本當局咧進行口頭又或者係實質干預嘅風險咧就會增加。咁日元咧短線或者有機會反彈。咁如果美元對日元回落，咁下方比較大啲嘅支持位咧，可以參考翻200天線155.60水平。Ivan 啊，咁加元嘅前景又點咧？係啊，加拿大 GDP 咧就連續2季出現萎縮啦。咁4月份嘅失業率咧就升到去6.9%，而加元由5月初到依家咧對美金已經係跌咗2.5% 㗎啦，跑輸咗俾其他主要嘅貨幣。咁市場就預期加拿大央行啦6月10號議息會議咧將係會維持利率響2.25厘不變嘅。咁加元近期嘅弱勢咧有機會可能已經係反映咗一啲嘅負面因素，短期響1.40嘅水平咧可能會出現支持嘅。咁不過啦，仍然要注意翻加拿大央行對經濟前景嘅展望。如果美金對加元係向上突破1.40嘅話咧，有機會會上試翻1.4140嘅水平㗎。咁我哋最後講埋個澳紙啊，澳洲央行連續加息之後咧，咁市場都預計6月16號嘅會議入面咧，將會維持利率係4.35厘不變嘅。咁雖然咧澳洲4月嘅通脹由4.6% 回落去到4.2%，咁但係油價啦，同埋7月澳洲上調咗最低工資，咁都有可能咧會推高咗下半年嘅通脹。咁市場預計咧澳央行咧年底之前有機會咧加息嘅，咁呢一種嘅息差優勢咁都會為澳紙咧帶嚟支持。不過咧，仍然都要留意翻澳洲嘅失業率上升，咁同埋美元轉強嘅風險啦。咁呢兩個因素咧，或者會限制翻澳紙嘅升幅。咁短期內啦，澳元對美金阻力咧參考翻100天線0.7077水平，咁支持位咧就參考0.6968水平啦。好啦，今集節目時間都差唔多，咁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